夜冷清，碎花鋪滿石台上，曉光滾奏兩家常，頻頻飄亮。夜深完好的盼望，日子安好以後也生這樣。常記得你總希望在湖上，泛舟欣賞雨一場，浮照不忘。湖水黃昏不再像，你不於知以後也許很長。希望借今日嘅掌聲俾我想喺呢度輕輕介紹下呢一隊 band。其實我覺得同佢哋合作係我嘅榮幸嚟嘅，真係我嘅榮幸。首先想介紹阿榮哥，我哋嘅 keyboard， 同佢合作嘅artist 歌手有 Beyond， 所以我覺得同佢合作，而且 Ivan 哥對於我呢個後輩非常之關心，多謝佢，多謝佢。而且從佢手彈出嚟嘅琴個音，有啲時候我彩排嘅時候聽到都想喊，好感謝 Ivan 哥，多謝 Ivan 哥。跟住想介紹隔離嘅 Nelson， 可能大家都好熟悉，係我哋中意 Beyond 嘅吉他手，好感謝 Nelson， 同埋大家應該都好熟悉 Kenneth， 多謝。我好想講佢哋兩個係陪住我一路從比賽最開始。有一句説話係 Kenneth 同我講嘅，係一路陪住我從比賽開始到冠軍，到後邊未來嘅路，我哋多謝你哋。我唔講得太多，陣間忍唔住。好，陣間想介紹呢一位 Jackie Man， 可能大家對佢咧，可能電視上面見得唔係太多，但係我想講，
其實之前你有幫我哋做我哋中年好聲音嘅 MMO 嘅，我係個 credit 有見到你嘅名，當時我就記得有位叫 Jackie Mon， 然後今日佢都係我哋嘅 music director， 佢合作過好多好優秀嘅女歌手，有阿紅啦、林明熙啊、Curry 啊，好多好優秀嘅女歌手，所以我覺得真係同佢哋合作係我嘅榮幸。所以今晚呢個音樂會係我哋幾個一齊俾大家嘅。兩位係啦，下一位，我想請佢出嚟介紹得唔得啊？得。好 Margaret， 前幾日咧，我 share 咗一個 story 咧，有一個朋友同我講，佢叫逼不得已做醫人。我哋兩個都係 INFP。FP。係啊。然後咧，今日佢出現喺呢度，我覺得都係我嘅榮幸。你知唔知佢係邊個嘅和音咧？佢係劉德華啊。哇！好勁啊！哇！真係，我覺得哇！然後仲有好想介紹嘅，佢係一位我非常之敬佩嘅一位音樂劇嘅演員。我覺得係啦，係我心目中係香港 top 級嘅數一數二嘅嗰啲音樂劇演員。我點樣知道 Margaret 咧？我有一日自己買飛去聽高世章先生同埋陳偉忠先生嘅一個音樂會，係唱佢哋嘅作品嘅。然後當時中間演繹佢哋作品嘅嗰啲音樂劇嘅作品嘅就係 Margaret。犀利！當時個音樂會真係我聽完之後我忍唔住啊，雖然我嗰個 IG 係藍勾勾加咗 V 嘅，我都忍唔住 send 咗 message 俾佢。Margaret， 我好中意你聽你唱歌呢，嗰晚完全感動我。以為佢係俾人 hack 咗。喺度睇完個 show，點解唔知你唱歌咩嚟㗎？喂，好真係。然後我覺得真係，而且我覺得令我最感動嘅係佢嘅性格。我覺得佢係一個認定你幫你嘅，佢不辭辛勞。本身佢7月頭我哋彩排嘅時候，佢喺台北做音樂劇，1連3場。佢做完之後病住，翻嚟即刻同我彩排。多謝！好多 artist 想請佢做和音嘅，佢同我講：我之後7月之後嘅時間俾你㗎啦，你安排得㗎啦。事關即係因為我媽咪啦，咁星期日晚嘅節目就係咩咧？就會爬住個飯，然後打開個電視，然後就係中年好聲音。係啦，插多一句，今日我哋中年好聲音嘅監製 Rex 星哥，佢哋都有嚟嘅，佢哋創造咗一個咁嘅節目，同埋啱啱我哋所有一班。我就好記得因為其實可能我喺屋企度做嘢咁樣啦，咁然後就會電視喺度播起有唔同歌手嘅聲音喺度不停咁喺空氣度盤旋。我好記得有人 announce 話有個女仔要唱我歌故我在。嚟講個 impression 係呢首歌，我講完呢個就唔講啦，因為要落係咪？即係又俾你飲下水啦。係呢啲歌咧，你喺一個歌唱比賽嗰度攞出嚟唱咧，係好危險嘅事。你係好 hit or miss 嘅，你一係 hit 一係就 miss。但係黃渤點樣啊？佢 hit 咗咯。係我嘅榮幸，係劉德華、林憶蓮、草蜢同埋黃渤。咁我可唔可以邀請你，我哋一齊唱一首歌？